嗱，由於南京就有個彭宇案啦，仲有許雲學案啦，仲有嗰個早排出現嘅大巴司機停車好心落去扶阿婆俾阿婆屈，就全靠啲視頻還自己清白等等嘅案例放喺前面呢，而家搞到好多老友呢，見到啲老人家即時彈開，有咁遠時行咁遠，生人勿近，驚住有啲咩事揦屎上身。嗱，9月6號呢，衛生部呢頒發咗一份叫做《老年人跌倒干預技術指南》。係好搞笑呢壇嘢，大家陣間慢慢睇睇啊！即係認為自己你忍唔住，見到啲有需要幫助嘅人或者老人家，你依然都會伸出援手嘅老友，我奉勸你，你除咗睇呢段片之外，日日袋住呢般嘢起身啊！哎呀，我有幫啊！扶唔扶咧？扶唔扶咧？扶唔扶？自己點起身又你唔扶翻我起身啊！係啊，你自己得㗎啦。你打俾你個仔啊！仔啊，我仆街啊！自己仆㗎，係佢自己仆㗎。我自己仆㗎。俾阿文燕當秘笈嘅呢份嘢呢，就係衛生部公布嘅老年人跌倒干預技術指南，洋洋2萬幾字，就有成40幾頁咁多。其中明確指出，見到老人家跌倒唔好急住扶起，要分情況進行處理。呢份指南唔單止普及咗基本嘅急救知識，仲教導老人家自己應該點樣強身健體，揀個啱自己嘅拐杖，注意平時食開邊啲藥會有頭暈眼花嘅副作用，要從根源上避免跌倒。阿爸，又係你負責。乜咁啱嘅？呢啲咁嘅公園又係，整埋啲咁嘅路，棘棘卡啦，咁多條係行去，唔怕死你係鬼啦！仲有啊，呢啲仔女啊，明知你成日撲親就唔好俾你自己出嚟啦！唔得，我要去投訴呢間公園，仲要投訴埋你啲仔女先得啊！喂，你唔扶翻我先啦！技術指南話，干預老年人跌倒係全社會都應該參與嘅，包括街道、居委應該及時消除可能導致老年人跌倒嘅環境危險因素。家庭就更加要改善環境，因為有一半嘅老人跌倒呢都係喺屋企發生嘅。人哋甚至仲用上海市長寧區做例子，話呢個社區呢按照呢一份干預技術指南做試點之後，老年人跌倒發生率由17.71%下降到7.19%。唔知你又點睇呢個咁使得嘅技術指引呢？咁你政府而家及時7條問題指導大家，咁都等於亡羊補牢，都係好嘅。我哋學下先敢去做咯，唔學唔敢去做嘅。嗱，件事咧分兩樣嘢嚟睇。第一，無論係對於老人家或者一啲需要急救嘅患者啊、人士啊等等啦，日常急救指引嗱，聽清楚，日常急救指引，我覺得係相當有必要推廣同埋應該要有嘅。其實我印象中啲學校有教過嘅，不過而家唔考試，大家唔使學係咪？嗱，好似舉個例，好簡單，中風啦、高血壓患者啦，你咪以為你好心啊，我幫你搽啲油即時爆血管，千祈咪制啊！仲有頸椎啊、腰椎啊或者背脊嗰啲骨啊受傷嗰啲，你千祈唔好搬動佢，好大鑊㗎嗱！呢啲等等嘅常識呢，我哋真係有必要掌握，係生活常識嚟嘅。不過第二樣個角度，調轉睇翻呢本叫做《老年人跌倒干預技術指南》呢本嘅嘢，尤其喺呢個時候出，喺我嘅角度嚟睇，呢本就完全係叫做社會道德淪喪指標。試試諗，即係咩嘢情況之下先整本咁嘅嘢出嚟呢？佢針對嘅又係咩嘢呢？要扶起嘅，我覺得唔係啲老人家，而係我哋社會嘅道德同埋良知。前面嗰鐘8.07分㗎啦，咁啊好有禮貌咁問你一句，係廣東人成日咁問候㗎，你食飯未啊？咁如果你屋企食緊嘅，希望你嗱臨爬埋佢啦。若然喺出邊等緊上餸嘅老友，你可以考慮下，呢壇嘢你食唔食好呢？因為而家啲潲水油呢，原來相當氾濫，比我哋想象中更加氾濫嘅，所以呢，有啲商家好醒目啊，推銷緊樣新嘢叫做家庭自助榨油機。
係你想健康啲嘅，可能要自己喐手自己去榨花生油。嗱，雖然廣州咧有望出台新規定，將全市嘅食肆嗰啲潲水咧一次過包晒佢，夠豪咧，希望從源頭上咧杜絕潲水油嘅生產。咁但係而家啲潲水油已經成為一條好龐大嘅產業鏈，你要一下子杜絕佢唔係話咁易嘅。雖然一直話嚴打，但係尋日為止啊，老友記深入增城嘅石灘鎮周圍咧，發現呢度嘅養豬戶10個着緊9個都喺度出能力呢度提煉緊潲水油嘅，並且一早俾人預訂晒、收購好晒㗎啦，大量流出市場。行入增城龍灘鎮嘅龍地村，大堤下邊分佈住唔少養豬棚，仔細觀察，有啲棚上面會冒出黑煙。知情人話：呢啲就係養豬戶喺度煮緊潲水，提煉潲水油。行入一個養豬場。迎面就係一個裝滿潲水嘅潲水池，池下正喺度煲水，旁邊藍色化工桶內係潲水，黑色嘅就係潲水油啦。你還可以煉油了，我說，你這多少錢能搞一桶油啊？你這現在他們賣油的話，多少錢一桶？多少錢一斤啊？3塊錢。老友記了解到。呢啲豬場一個星期大概可以提煉出400斤嘅潲水油，每次都有東莞嘅老闆過嚟收購，每斤2個半，只要俾錢就可以買㗎啦。老友記隨機走訪咗村內幾個養豬場，發現幾乎家家都喺度做緊提煉潲水油嘅生意。油啊！喺一個豬場，老友記見到一位阿姨正企喺加熱嘅潲水池旁邊，一邊攪動，一邊用鐵鏟將表面嘅黑油鏟起，現場充滿令人作嘔嘅氣味。呢度每次到咗晏晝都會出現大量嘅摩托車同埋小貨車，絕大多數都係空車由石灘出發，滿載潲水從東莞石碣返回。而幾家養豬戶仲透露話，佢哋其實唔會用潲水嚟餵豬，成本太高啦。啲豬一般都係食啲豆渣菜葉嘅。我們沒有餵潲肥，我們餵的全是菜。哦，你們沒有餵潲水？沒有，我們沒有潲肥，就餵點菜，給點豆渣。而琴日晏晝，老友記仲見到咗廣州市有關部門對石灘鎮下圍村養豬場進行清查，強制清理拆除及收繳養豬場內用於裝載、分離及收集潲水油嘅設施器械。行動中共有10幾間養豬場嘅潲水油生產窩點被清拆。嗱，即係咁，即係次次打擊呢啲咁嘅工棚啊、窩點啊，都會聽到嗰啲當事人喺度喊啊、喺度呻啊、呼天搶地啊，好多理由來去得嗰幾樣嘢，包括就係窮啦、冇文化啦等等啦，係嘛？喂，其實窮啊、冇文化呢啲係咪可以成為藉口，乜都可以做得出嘅咧？做潲水油又如是，出去搶嘢又如是，窮同埋冇文化係咪真係可以打橫行嘅咧？